3年級下學期默書2範圍3下第一冊第3課甲部詞語1主義2普通3通知4糊塗5禮貌6鬆開7半信半疑8到底9開始10驚慌乙部課文讀默第3課誰才是萬獸之王？真的，老虎不知不覺就鬆開了爪子，讓狐狸爬了起來。狐狸高傲地說：你如果不信，我可以讓你做我的貼身侍衛，跟着我在森林裏巡視一圈就知道了。